这个是佛陀亲口所说的一部经，叫做《无常经》，里头有写到：无上诸世尊，独觉声闻众，上舍无常身，何况于凡夫啊！你看，至高无上的所有诸佛世尊啊，都已经成佛了。还有独觉声闻，就是像辟支佛啦，像罗汉啦，都已经是脱离开六道轮回的，都是出世的圣人了。这些对象上舍无常身，这个身体是无常、变化多端的，永远没办法固定、长久存在的这个色身，他仍然要把它舍掉啊！赶快要舍掉，他不愿意紧紧抓住这个肉身。佛也好，辟支佛也好，罗汉也好，他们仍然把外在这个身体要舍掉，何况是我们凡夫呢？佛陀告诉我们，一定要观身不净啊！你的身体是不干净的，你把它抓着不放干什么？它是假的呀，一定要把它舍掉。你看，圣人都舍掉了，何况我们凡夫众生呢？这是一个造罪造业的因果报应身。我们凡夫是这么一个情况，是故劝诸人，所以奉劝所有一切众生要谛听真实法，要仔细专注的听最真实的佛法。是什么佛法？要了生脱死的大法，共舍无常处。我们要共同舍去这个无常的地方。人世间都是虚假不实的，变化多端的，瞬息万变的，没有一样是真的。所以这个无常处一定要赶快舍掉。我们愿意到极乐，到了极乐以后，就永远不会老，不会生病，不会死。你的法身是永远存在。佛的寿命有多长，你就跟佛一模一样。所以我们不要留恋这个娑婆世界。当行不死门呢？你应该要修行一个不死的法门。什么叫不死的法门？不生不灭的。你要知道，你的灵魂是永远不会死的。但是我们会造罪造业，你有恶的因，必然感召恶的果报。万法虽皆空，因果却不空。这个灵魂，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有安全的保障，永远不会堕落在恶道？原来佛就告诉我们，只有念佛发愿到了西方，这个是不死的法门，永远都不会有生死轮回的道路。佛法如甘露啊，佛法像甘露一样，在我们最口渴的时候，它像甘露，给你喝了就马上止渴，我们就得到清凉了。所以除热得清凉，你热恼，你在烦闷的时候，烦恼不断的时候，好像在煎熬一样，那种情况下，突然间有佛法像甘露，给你喝了，清凉自在，无挂无碍，身心安乐，太重要了。一心因善听，所以我们要专心诚心诚意的好好听讲佛法的不死法门，能灭诸烦恼。如果你能够听进去，好好的念佛，发愿往生西方，你的烦恼永远斩断，身心就清净自在，跟佛一样得到法性身。法性身就无所不在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。这个无常经是佛陀亲口告诉我们，不但本师亲口说，十方诸佛共传证了，所有十方诸佛，过去现在未来三世诸佛共同来证明，你念佛一定往生西方，你到了西方就不会老，不会生病，永远都不死。这个很清楚告诉我们众生，大家要谨记在心。就用这一章来给各位大家互相勉励。南无阿弥陀佛。